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哥劉浩明。講起台南，大部分嘅人都會認為講，同嗰種客語、嗰種文化嘅關係。根據喺1841年作為全國客家人嘅個調查資料顯示講，其實喺台南嘅話，差唔多有13萬人嘅客家人吼。今日我哋邀請我來賓咯，伊係一個歌手人。但是伊喺台南喺度改叫，同時嘛改熱情嘅喺台南，入去客家人嗰啲社會地方去推廣我哋客家文化，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來賓莊歡迎先生來到現場，歡迎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台南嘅莊歡迎。歡迎先生，我哋睇一開始嘅時候，提講唔係對我哋歌手來嘛，嗬。你啲歌手差唔多喺度叫啊？我從細都土生土長嘅歌手人啦，爸爸媽媽都本州人嗬。我一直到農專畢業，24歲，屏東農專都現在嘅屏東科技大學，畢業過後，讓來台南，讓來台南工作。嗰時幾時就去台南？唔係講家去台南，係去台南工作係咪？先來農委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先起來上班，上班呢一直待在這裡，都起來就結婚啦、講生意啦，生意冇感覺，一下都幫人哋協態嘅。係啊，冇一下時間要過去啊，所以你睇嘅時間冇過去嘅。係啊，但是你這個喺我哋農改場工作，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講一下講？你喺農改場地方係怎樣嘅工作啊？我喺農改場帶青椒啊，24歲，睇到畢業，短暫嘅日本公司以下啦上班過後，嗰個都一直。喺改良場，我喺改良場工作攏冇變啦，攏做台灣經濟海床嘅生態跟防治，講到海床，同樣都愛做伊嘅防治啊，包括有機的防治啦、農藥的防治、化學農藥嘅防治，攏愛做。嗰種人工作都做我哋嘅經濟海床嘅一種防治同研究。我哋講其實有一啲佢特別嘅名啊，很多蓮花醫生啊，還有觀音婆。你就同啲觀眾朋友講一下講，當初我哋都話觀音婆同蓮花醫生有冇稱呼咯？我最主要做台灣嘅蔬菜海床，蔬菜海床做得講範圍清大啦，有小葉菜咧。像麥嘅菜啦、白菜，短呢伊都噴藥伊個度，佢大家都幾重要。果菜咧都咧果粒菜一粒一粒個有瓜菜咧，瓜菜咧都咧拐煮嘅時咧拐啊，多菜咧，菜拐、腐拐啦，多菜咧都火龍頭，同嗰種農民講啊，早前。下豬頭摘菜去賣，早前頭又開始噴藥嘅，所以用藥去清毒啦。最主要、最大眾嘅係做蔬菜害蟲，果蔬害蟲，都做咧反身啦，石葉啦，荔枝啦，來到台灣各有嘅，包括咧黃梨。來到攏算果樹啦，個有花卉上面，咧菊花啦、玫瑰花，來到主要係工作嘅項目啦。來到地度有一個蓮花，咧蓮花做得講咧白河地區一年總差唔多有2000甲喎，最新生起來2000甲，嗰時每擺到暑假嘅係，哇！伊咧蓮花季鬧熱滾滾啊！有一年差唔多最大嘅數量可能冇超過20%啦，所以農會都死起來，農會也被糟，哇！來到農民心慌誒，流滅深度誒，啲咧都該鑑定，因為人走起來有感覺，哎呦，大概唔掂乜嘅怪病啊，但是一看係小黃劑嘛，客家話都白雞啦，
客家话细细创的都用到佛家，吼，青洋葱，啊，个会以爱按多年的工作经验，都该请对症下药啦，吼，啊，个所以第一年，我的书都写出来，吼，也推荐农民最好的用药的，吼，都将那个问题解决的，啊，我也拜托俺哋呢政府机关，吼，佢係推荐的药嘅一包要650萬元咯，俺哋都請買農民50萬元咯，吼，我都有心啦，我都會該馬上殺掉，吼，因為蟲嘅冇隨該解決，而拖囝拖孫都安尼，以後都蔓延啊千多啊，吼，我都會用嗰多錢，用嗰多時間去防止啊。嗰時安尼談落等於你講，嗰時就都發現到講啊，拍好嘅蓮花都出嚟啲雞蟲啦，吼。但是雞蟲而用個藥個650萬元，但是經過政府嘅補助，吼，農民能發50萬元，哦，差幾多呢？吼，大手筆，政府嗰時候講啊，補助安尼，因為問題青苔，吼，問題青苔冇安尼來解決，政府沒有出幾大嘅力量做唔得。嘿，啊，嗰些嘅係媒體啦、新聞啦、電視都引播，弄個都係咪？哦，蓮花醫生來，蓮花醫生來，伊啊都嘅傳統習慣，叫做農民，也叫做賣農藥嘅。啊，來先鄉長，咩現在鎮長啦，來先做關係，誒，都歸市民分享。對蓮花來講嘅話，吼，蓮花是看獎，吼，嗰一批時間過後的，其實蓮花如果其實真的最重要嘅係蓮藕。吼，還有我哋譬如講，佢對拍好來講話，其他蓮藕粉，帶動係其實係一個重要嘅一啲經濟嘅一啲作物吼。看蓮花可以同係一啲觀光嘅時間嘛，但是蓮花差嘅時候，蓮藕嘅叫做生產其實嘛會影響到。咁其實我相信對嗰種拍好嗰邊咧一啲農民來講嘅話，其實解決一啲當初幾大嘅問題，其實係幾重要嘅。哦，佢唔即係睇，其實嚟講睇嘅農改廠時嘛，啊你因為發表幾多嘅文章咧，吼。我講方嚟是。做得講發表最多文章嘅人啦，好冇一本安尼讀者嚟論點啦吼，但是我都幾三萬做，幾三萬想安尼，客家人嘅硬強精神吼，嘿。係啊，因為我哋現場有幾多講是，其實一啲項目嘛吼，嗰啲我都係當初針對於我哋咧頭先講嘅經濟海蟲，哦唔講係瓜果類啦吼，啲蔬菜類嘅海蟲。提出一啲研究嘅一啲計劃，同時講一啲對應嘅一啲方法。其實現在有啲我感覺到佢貼喺度講，佢有啲人一種指正樣嘅呀，佢起碼個東西係同人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我哋種出即有食肉嘅肉嘅嗬，啊肉嘅地方都有一啲宰相天鳥，嗬，那個做得講係新入來嘅蟲嘅，嗬啊，因為而且安尼肉嘅樹嘅根。根部啦，好，故所以入來看農民，忽略了它的存在。看唔懂。嘿，啊，你沒有看到？嘿，你沒看？所以安尼有一數儂陰黃葉，吼，因為植物嘅根，吼，根都將人哋人嘅味啊，唔說話唔好，人都抽下來，啊，有一數嘅強樣安尼，吼，啊，我去看嘅係，一看都係那個宰相天鳥嘅危害。吼，啊伊來雜蟲伊，安尼是講泰國來嘅啦。吼，啊安尼又來對安尼碼頭散發嘅有安尼糖蟲，吼是也冇證實啦。因為甘蔗也有來雜蟲嘅，目前都甘蔗特別有嘅數來量嘅有。吼，啊總是不管用嘅來嘅，來到台灣來都安尼責任嘅，吼，啊迄。碼頭文旦很有名，迄陣度大家阿公阿太嘅時節都種下來嘅，吼，啊有伊等於愈老頭愈有價值，吼，佮有伊賣到越貴，吼，啊愈老頭因為愈茂盛嘅有伊樹，大家種嘅都夠多，吼，我都以我以往嘅經驗啦，我親到安尼做有嘅安尼栽培，也係產銷最大嘅原地辦嘅班長王班長，吼，弄會親密呢，因為安尼大天道吼，伊種青島，
但是各地杯的人，因为送出来卖，伊干也土地走路，我感觉来安尼有发心的人，我愿意去帮助伊，我都去请伊先请我都甲讲王班长，恁个问题安严重，无建一块地来帮我做试验，我就干安尼台湾省免出来10种药的，我认为够有效的药的拿出来做试验，做到2、3种效果够好的，强样安尼来推荐本农民，嘛强样拜托农会安尼颁布出安尼处理，大概2、3年干那个问题降下来啦，降下来，但是都近嘛系有都近嘛系有，目前是台湾省其他地方还无感觉过严重啦，都码头那个地方过严重，但是近大家晓得怎样去做，怎样来防治的，那个虫的过贴片，我免弄骗人无法度解决，因为那个虫的夜行性，我做虫研人，我都爱研究伊，我都爱提问伊生活习性，伊按不了8点，两对内对分出来，交尾过后。安尼麻的上卵过后，量值大早4点前都死下来，死下因咧因为苏大厦拢有血鸡啦、血火鸡、血肉鸡，都出去都死下来呀。所以农民也无看到虫伊，都一直萎缩安尼，所以我计还差不多12点，我都变去天球方，叫到农民看到我变一太亲啦，各家农药公司的啦，都读个明白12点，跟农民讲我留面读个聊天啊呢，聊天叫佢讲，张老师，我7怎样贵啊去呢？唔要来，我摸出来，我摸来又做唔得，嗰陣我哋貴啊，都嘅天橋地都來觀察呀生態呀，都好家在安尼，大概1年我都敢數變出來，敢藥劑推薦給農民。所以我感覺安尼我也幾歡喜啦。嗰時候談開一篇，我都發現到講，其實我哋都歡迎欣賞睇以前做事嘅時節，係伊哋幾認真，同時嘛對我哋農民幾多幫助嘅伊啲欣賞。休息下喎，等下我都想講，其實伊哋推廣客家話，還有客家文化嘅部分，嘛有幾大嘅用力。休息下就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台南嘅莊歡迎先生，同人講伊喺農改場嘅地方做嘅事情。我做請問下歡迎先生，咁頭先有講到講，你即個係差唔多24歲去到台南嘅工作啊嘛，後來睇嘅結婚、公子，或生意學安泰，或睇嘅退休嘅嗬。但是我想請問一下講，你睇其實台南嘅客人佢少。但依個嚟講，一大部分可能都用華語啦，冇得用河洛話嗬。但是人哋客話同話講安好。大概可能跟我生長嘅環境有關係啦。我嘅爸爸日本籍嘅讀日本書嘅，但是佢不教佢有威嚴啊你冇講客也黏兮兮所以他個迄個姊妹用國語華語去聊天，爸爸來聽到也腳步聲夾緊專講客話，個在我哋屋企也做生意啦，做生意除了講台中講台農以外，還有爸爸開木商店，媽媽開百貨店，細年呢禮拜日去埔方聽書，平常中學也了日攏去聽總店，像爸爸嘅木商店。有書嘅咩我哋去聽西書表嘅，百貨店唔都去聽古典啦，所以古書係伊個族群親雜居嘅地方，族群多元化，除了總隊古書總隊係客家人以外，
讲话总头拢葫芦人，哦，过顺后有一个泰兴人，大城一包，吼，过山区过丘陵地有安尼原住民，吼，过所以许多族群的融合，吼，过所以又会讲客家话，又会讲葫芦话，吼啊，佮着有原住民哦，吼，又会讲日本话。哦，啊，大城一包爱讲外县话，古说韩细细那个环境养成的，拢会讲啦，嘿，拢会讲嘿。其实多年的一种语言的环境对你来讲，係一個幾正常嘅一個環境，同時都係對客家要求嘛幾高。係啊，爸爸講鹽條哦，講鹽條，佢不卡總唔得講其他。總都冇聽啊。那像你這個嚟睇退休以後，我哋提供其實我哋係睇個客家文化比較發現到我哋咧反映現上啊嘛嗬。當初係用嘅一個經驗，過去客家文化比較去做志工。即係我在職吼，我係去石頭路都拜一到拜五攏去高粱廠上班，到了日拜到禮拜日固定假日，我都去啦去飛館，嘿，故所以我等於7-11嘅志工啦，吼，啊因為台南文化飛館隸屬台南市政府管轄，吼，啊故所以也有份志工復選伊個志工隊長啦，吼，啊都。按榮幸啦，本大家先到推唔起吼，啊都該強放起來，吼啊其實我哋咧志工，因為客家人個必須，我哋做志工嘅人該少，吼，啊故所以我哋要用到愛好客家文化嘅葫蘆人，吼來做我哋客家人嘅事情，吼啊其實人個後生，吼來到葫蘆志工啊個後生，啊人啊個熱情。我哋客家人都講避暑，講費事跟陌生人講話，人一嚟參觀咧，啊喺咪講嘢啊，佢費事講，啊可能人嗰種講個太放啦，吼啊都不原來帶我哋客家志工嘛好啊，吼我講大家嘛伊咧幾好嘅善意嘅溝通啊，吼我都做安尼志工對象啊做請求啦，吼都安尼不管有乜嘅法通啦，等於來到1000志工。活絡了我們台南市的客家的文化會館，或是其他的活動，所以台南市政府不管辦什麼活動，都看到來1000志工，聽下上下下，啊，大家也可以學絡啦。尤其是我家下有一整日辦一擺讀書會，哦，讀書會，迄陣都有用到書哦，一本書400-500，理事長都買嚟送大家哦，啊一整日一場，啊！我哋家下都搶台灣省客家人，各接觸客家人，你各行各業，哦，當然地位相對可能醫生最多，大家對身體健康，哦最關心啦，哦啊，來談嘅人唔係講啊，一聽到客家人，就是市民，因為我哋會網絡會播出嚟來報名，我先報名，當然我哋要準備翻版，準備嘅講義，來談嘅人。啊，貴嘅，理事長應交代我，反而冇本人我份都是貴哦，吼，啊本人因為疫情期間啊，他帶翻寶貴安尼，所以見哦，嘅附近嘅居民來，那叫向我辦讀書會啊，所以我過感謝我哋陳秀琴理事長，吼過發現。因為其實我哋談好來，我感覺到講，其實唔單止我哋嘅理事長係啲規發心啦，嚇，同時我哋帶下志工，都將從我哋嘅線上講，因為其實睇啲客家人數貴少嘅地方，你這個冇辦法再限制講，我哋嘅志工一定要行人，尤其行人其實佢微商，嚇，我感覺到我規發一定係少嘅嘅東西，但是將我哋咧客委會主任委員有講到啊，認同客家文化唔會客家人啊，冇講起人家出身講客家話，學客人哪位客家人，認同客家文化嘅唔算是啲客人，嗰時伊都會好容易，但是伊好我哋客家文化，認同我哋客家文化，咁我咪可以做我哋嘅志工啊。係，啊因為台南市唔係客家的部落啦，伊等於好容易嗰度，嗰所以來參觀嘅人，客家人真少啦，吼，啊人講華語啦，講好樂啦，安尼帶動，我係是感覺好樂志工人個活潑，啊，剛剛咧客家志工吼，個內向個含蓄啊，
带呀嘛变啊，嘿，他讲人家是孔融吼，孔他讲人孔阿康啦，冇讲本其实台湾乱世嘅，冇讲你客人啊都係好多人啊都用啥都夾蒙孔啊，其實他講人嘅成分。我嘅經驗係唔愛限制，我一天愛客家子講，永遠招生不足。我唔錯。嘿，永遠招生不足啦，我是感覺。安尼我感覺幾迷茫啦，很迷茫。其實嘛喺幫一定多一啲機會去了解，誒，乜個客家文化，其實我哋從頭開始咧，乜個都是按人嚟客家菜，其實也嘛係啲幾好嘅方法。係啊係啊。咁我哋講即個嘛聽我哋咧我哋州府職工做，我哋州府站裏面做職工嘛，嘛去教我哋。尤其喺我哋南新沙區地方，我哋北港州府站地方去照顧我哋呢個我哋老人家。啊，即個老人家地方嗰度係大部分都係好老人啊。啊，唔能用口場去幫我哋客家文化受改變嘅。好，我哋嘅南新沙區，伊對台南市嚟講，伊個偏遠，等於個快酷人。好啊，幾多人？那天內也冇像我哋屏東嘅安徽話啦，比較嚴地，啊，嗰所以鹽先生嘅東西，等於也個冇修身，個冇安好，我都睇咧，因為我喺高粱廠都不是嘅講農業嘅，嗰所以對佢都幾了解啦，啊，嗰去到現場，看人哋咧，嗰度我嚟上課嘅人，差唔多60歲到80人歲。千多冇讀書嘅，千多冇讀書嘅，嗰時來到課場嚟跟嘅理長啦，跟安尼活動中心嘅安尼理事長，特別人哋咧有一個營養師，劉老師，劉瑞義，啊特別市政府嘅林思玲科長，最先都係以邀我去上課啦，我都跟人喺度搭合我哋咧課場應用嚟設計，就針對人的特質來設計啦，嘿，嗰時我先用嘅呢，人唔係講啊，通常都準備來上課唔係哦，人通常去做事，做下時間差唔多嘅，佢言行種種嘅，後來要呢做奶奶嘅，幾多奶嘅孩都來上課，因為上來這課人歸期待，我睇咧都係跟人農業嘅問題解決好。因為人小農啊，人冇參加農會嘅產銷班嘛嘅，嗰時我先解決，也蠻去種麻嘅，我哋今日要做麻油酒，我都甲人講，啲麻嘅片蟲開，用安尼泡配去俾人看，連天龍有那個冇，愛噴麻嘅藥嘅最主要都，我介紹嘅藥劑一定歸利，本省錢又有效。啊，技術啊，從我早前頭噴藥嘅，都唔好下做頭噴，我看乜嘅蟲嘅，乜嘅時間來噴藥嘅安尼，先解決人嘅問題，亦講那個什麼咁厲害用，伊都會吸引嘅，個會讓帶入人哋嘅客家，個人最因為人有兩道客家嘅經費，最起碼要教伊講自己客家話，因為人都唔識字啊，我教個簡單咧。個會根本於講到嘛個作物當地嘅啦，當地嘅最後都人有種嘅，嗰條材料來做人哋根本於嘅美食，個會拄好疫情期間哇，教人氣功，因為20幾年嘅氣功先生都安尼美食啦、客家話啦、氣功啦三個結合，安尼感覺對人可以。幾聽幾滿足啊！你對講有啲課程設計幾豐富啦嗬。可是按樣去上一啲人來上課，其實除了按滿足伊嘅需求以外，最重要嘅係有一個我先解決人問題。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嗰度嗰前開故事。
翻過來復起來嘅所有節目，我哋來自台南嘅總歡迎先生同你說明講，睇伊哋好多人過到嘅三期地方，我讓我去想人家開始去推廣我哋客家文化。從歡迎先生頭先有講到講，其實睇後來嘅時間，你喺課堂地方除一開始搞啲啲人講，農業片從開公司嘛，哈，一啲事情，同時搞一啲簡單嘅客家話啊、客家文化，最尾嘛會注意啲我哋當季嘅一啲菜。從一部分嘅書語，唔係對你學嘅咯。因為可能係限制啦，因為我嘅阿媽答應阿婆佢做到高薪嘅，阿母卡又做生意又耕田，所以講媽媽親無限。我飼啲兄弟姊妹係天意嘅啦，做下細頭嗰度儂我嚟負責啦，所以我限制都對待到做下料理，冇乜嘅問題，尤其是媽媽92歲嘅，我最希望今日好順利，帶來台南，不管煮食啦，也係安尼乾脆洗起來啦，因為農家人攏自家安尼頭前後背攏會種一些青菜，種個大愛啊，可能愛家安尼泡菜嗰度，也係家洗鼻皂，也係做醬菜，講安尼木卡迄果子大鐵刀啊，嘛愛做得個浸酒啦、浸翅，醋啊，嚟到韓式都做啊都睇啦，嗰些料理我每一年攏會去客家會館開客家美食，大家客家美食唔單止做安尼煮客家料理啦，包括做來到醬菜，因為暑假嘅係寒暑假，攏有欣賞嘅安尼蒸卵啊，也係沙飛人士啦，我每擺開班攏爆滿大家用客家學堂。從這個退休嘅，當然佢到退休以後，如會遊山玩水啦，那佢老了。但是嘛，花幾多時間睇做社會公益啦，推廣客家文化，一部分嘅精神嘛係來自這個嘅家庭嘅教育嚇。係啊，因為我爸爸，我爸爸頭擺做生意，等下嗰度細數嘅過後，伊都擔任安尼。沙期嘅高雄沙期嘅理事長啦，也係我哋高雄太茶路客家文化協會嘅理事長，然後理事長都我哋姊妹，因為鄉下愛出錢嘅事情冇人愛做啦，所以攏姊妹安尼，本阿爸派到安尼來做，韓式都來到，好像爸爸媽媽對安尼沙期嘅事情都係幾熱心啦。我記得我韓式嘅係，尤其是高雄嗰度風采做太水嘅係，嗰神奇嘅像某年嘅係嗰度學生都嚟我們卡紮起咯，都跟人哋姊妹啦，他個強啊吃，強啊食安尼，到過年嘅係，爸爸就會講點方，咪講冇係咧嗰度散步啦，貼嘅係啦，攏可以都再去離港啦、六桂嘅孤兒院啦，伊都氣溫也安尼頭擺嘅安尼野人係咪？因為我個曉聽啊，我都爸爸都做我，後尾都做伊個太上嘅，都去孤兒院咯，個到愛註冊嘅係，愛註冊嘅係，個快嘅親戚都會來木卡。講是講加註冊費啦，但是我攏啲哪有可能加咯，都，但是我感覺我爸爸媽媽唔是講啊退啊，攏會教人聽書，所以來到國新可能都傳承到阿爸阿媽嘅熱心啦，對社會嘅熱心，所以我上班時間去高雄廠上班，但是了日我都攏去那個客家會館，等於如果對萬歲開始看到爸爸媽媽同爸爸媽媽嘅身體上面都可以看到講，其實對社會嘅奉獻一件事情係一個正常嘅事情。同時嘛，看到講家族這個有乜嘅能力嘅嘛，其實都盡量去聽書陪人啦。日本話有一句話講，其實雖然係看到爸爸媽媽背陽台嘅，嗰時等於如果雖然你下一輩做乜事情，其實都會看到爸爸媽媽以前做乜事情。就等於如果而家睇
退休应该最快乐的一个年里边，唔单止話伊投入到我哋嘅北工政府站咧，伊啲客家文化嘅伊啲推廣，同時嘛，伊學校去教學生嘅客話。係哦，我講來係迄安尼客家委員會嘅宣傳師哦。哦，啊，嗰所以我去小學啦，台南都嘅我要教附近，哦，好天去學到拜去，啊，壞天樣開採去，哦，都免講啊。退休嘅國強鬆一些啦，上班而咧辦都嘅小學啦、國中啦、安尼高中啦，都來到學校教學語。吼，我都感覺上班嘅時間唔嘛可以，同樣可跟農民啊，講農業公司上班啊，唔嘛可以做啲安尼專業報告，啊教學法係免個，佢都愛母語，那又乜嘅咯吼，嗰所以。我都改好，但都安尼退休誒都接唔係都可以減課啦。嗰時其實人哋小學同人哋高中啦，嗰度推廣客家文化有乜嘅心得冇？因為我唔係講啊，睇咧我一定要求也規矩啦。國片人嘅學生伊吼，哦，可以做到三字經哦，吼，我睇咧我講，上下啲係上課家人講啊，大家做唔得咯。吼，睇咧我都我要求規矩愛吼，我講我都唔是同阿爸同我細人哋講攏嘢問題，他唔講大家我講我他唔關係，我講先生唔係，吼，故所以睇咧我要求規矩，個誒除了教客家話以外，吼，我會無形中我都會跟客家一些文化會講不言堂啦，吼，啊個結束嘅係學期結束嘅，我都。佢咧同我哦，今日都嚟打頭詩嚟主席，佢都細人哋最期待嘅。哦，啊個所以其實學期中規矩唔好，都講啊，規矩唔好，佢打頭詩佢絕對都唔會係輸嘅咯。個所以佢都變啊，規學期嘅對人嘅耶穌，安尼嘛可以吼。哦，啊過來不管安尼朗讀比賽啦，吼，小小解說員比賽啦，安尼歌謠比賽，吼，我學生去。去年吼朗讀台南市得到第一名，吼安尼跟第3名，吼全國賽得到第2名，吼啊小小解說員，嘛剛才拿到第1名，吼因為以小小解說員編那個歌要欣賞一個寫，我都寫台江，吼台江都安尼安南區嘅出海口，有一些安尼海邊那個植物啊。哦，海茄東嘅度啦，工業度生態，啊，寫大家都係專業吼，啊，故所以大家文章安尼留名啊，剛係向我寫出來，分個單位啦，嘿。其實也真係冇簡單，因為其實我哋台南唔算係啲客人過多嘅地方，可是訓練出來學生嘅睇，他全國嘅比賽地位，可以得到很好嘅一啲成績，其實真係幾冇簡單，因為其實也算如果都係嗰種大部分都係睇客人咧，客人佔比幾多嘅人士啦，嗰時睇嘅人士裏邊，突出嚟嘅幾講客話聲嘅其實幾簡單，但是相對睇台南突出嚟嘅，我要會計算，要會朗讀，其實真是線上嘅努力啦，線上嘅考慮其實幾重要。我想問一件事情咯，因為可能即係睇台南差唔多係度40人，40人，24歲過去啊嘛，但係你講睇台南嘅時間比唔知家睇人生嘅家庭安長。係乜嘅人員表唔因為講推廣客家文化，冇得講神秘的客家人係一個重要嘅事情。可能人心都有留在客家人的血，吼，按人國心人都講買按硬頸，大家錯嘅人要硬頸哦，吼，唔錯嘅做唔得硬頸哦，吼，我感覺遺傳嘛幾重要啦，遺傳幾重要。都唔單止係遺傳，而同佢喺陸下嘅爸爸媽媽本嚟教育嘛，啲咯，因為講唔單止啊對啊社會有貢獻，同時啊認成咧因為即個係一個客家人，把客家文化、客家嘅一啲話去推廣出去，所以睇一啲唔係幾多客家人嘅地方。咁因為其實推橋都更加好，但是唔知係幾多事情嘛，到未來咯有乜嘅打算冇？我退休啊，到吼都比我哋來到老同事退休嘅同事先做退休聯誼會嘅會長，吼，故所以
高良昌对退休人员幾尊敬哦，吼，面長日傳統啦，免愛做非常樣安尼，騙人做非常都安尼，面長日攏幾大透視，幾大水久，吼，伊都有一個空間啊，吼，啊做安尼退休人員聯誼會安尼聚會的地方，吼啊，大家都講到頭擺講到樣伊嘛，幾起咩？哦啊，當初頭四個翻版，大家都幾滿足嘅，哦都一整日幾擺吼啊，都食過飯嘅，吼食足過後，大家都散嘅都幾愛原來嘅辦公室，吼因為台南高良昌選拔嘅退休人員回聘做安尼農業諮詢嘅張老師啦，吼啊我都去，我都最面被搶嘅個一位，吼第8位，吼我都負責。在職嘅係農業的害蟲的問題啦，我都為多陣年原來辦公室，坐大家跟後生嘅打嘴鼓，今日安尼長者來嘅有乜嘅問題，系統都會來問啦，我國師我感覺講我寫很多書，我做很多事情，我希望能去看去了解，唔好個重複做，安尼聊時間，聊真實。對待接下做個深入嘅、做個先進嘅技術，這是我嘅希望啦。可是我攏沒有嘗試，人來問乜嘅，我啲啲咧攏會解講，攏會教育，大概我嘅希望啦。因為退休其實係一種階段嘅結束啊，但是對於一種技術來講嘅話，一種經驗嘅傳承來講嘅話，冇因為講退休嘅關係都斷喺度。我說其實你以前做嘅事情嘅嗰種經驗，對於其他新進人來講嘅話，你即係以前行過路，你即係以前做過嘅事情，都冇在做嘅。好，應該接觸到人家腳步，做新嘅發展，冇做新嘅事情。這是我嘅期望，我想呢，我嘛安尼解講，嘛安尼解鼓勵啊。嗰時講緊佢明日一啲歡迎先生嘅故事，你會發現到講，其實退休一件事情，應該我講，退休係咪得鬼無聊嘅事情？沒有，看到歡迎先生哦，發現一鬼無限哦，伊唔單止可以做志工吼，伊大可以去講下啲咧北港站地方去講下啲幾多好農業，去用去認識客家文化，同時去下啲學教，去講下啲客家，同時伊頭都講嘅幾清楚一件事情，伊係貢獻社會。因為這個係客家人最重要一件事情，同時係來自也為爸爸媽媽也係原生的家庭。佢個感謝我哋歡迎先生攞嚟現場嚟分享安頓這個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我哋來到觀眾朋友。休息一下喎，等下聽下嚟先生來傾下運通。我跟福起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